岳父大人今天又给我烧了一扇牛排，今天把它炖了的，嘿嘿嘿，这牛排真好。哎，一个人有2根够了，晚上少吃点吧，闹个8分饱就行。行了，这些点着炉子去。牛排下锅，来上一把大粒盐。行了，炖它2个小时。哎，这咋不出水呀？哎呀，这咋了？哎，这管子动了，这是。完了，这算你们成羊了。哎呀，快别跟着我了，我想办法给你们闹点水。这天气冷的，零下40多度，牛羊也跟着遭罪呀。就这块就行啊，这是大湖的中心，冰冻的厚，行。哎呀，这冻得太厚，不好跑。哎呀，差不多了。这太冷了。行了，这得换一会儿，牛排差不多了，先得吃一口了。啊，肉差不多了。啊，这肉可煮好了。这天冷的，先喝口茶，暖和暖和。哎呀，这天气冷，还得吃这个东西啊。行了，朋友们，给养着了，一会儿回来再吃吧。来，过来喝吧。快来喝水。这一天又忙忙活活过去了。